转来淡江大学遐片啊，爱母校啊，啊，杭州遐片啊，动球模转来哦，可能很多变体的，唔得咧啊吼。遐片系遐建子系，咱翕袂遐建子文学馆啊，咱跳白的，咱科系是遐片的吼。啊，今日转来遐片，你跳动吼，啊，动凤鱼转到遐片来，你看到遐服务员啊，啊，遐服务员啊跳白。 師兄咪嚟攞呢一片啊，讓喺同學攞呢一片啦。條牌要上衣嘅哦，因為強冇強用嘅咯，強嘢冇嘛強用嘅。條牌咧一服務員啊，吼，你看到必通啊，寫必通哦，而家同學講，條牌我記得我係同學哦，上衣咧要拄到上衣咧，會本跳到地袂拄去。 哦，跳对袂如意，我跳板还没有一改，有一摆，我本跳我也较袂。这边实在也是没有什么印象了呢，实在是太久了，而且变化太大了。哦，变很多，像这个就变，这个是新的，这个以前没有。 就是这个，这是五虎冈的那个吗？五只老虎吗？哦，这个是我毕业10年以后才盖的，然后以前学校的时候没有，以前在学的时候没有。然后这一个我刚刚看了这样内容，我才发现说，我才想起来说，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拿过学校的文学奖。我大学会读这个教育资料科学系啊，现在这个系已经拆成2个系，好像我听说好像拆成2个系。 那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领域是视听教育的。那我其实高中时候就对那个摄影很有兴趣，我对动态跟静态摄影都很有兴趣。看到一本这个安瑟亚当斯的摄影集，我惊为天人，就觉得哇怎么那么厉害，可以用静态的那个影像，就是感觉好像什么都没说，可是在影像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感觉。